第一咧就係你睇下點樣數對稱軸啦。咁第一你要數3個唔同嘅方式去插對稱軸嘅，因為對稱軸就同二維淨係畫一點去對稱，即係我哋以前學淨係畫一點去旋轉咧，咁呢個好簡單。但係而家咧，我哋要考慮有3個 case。第一就係3條對稱軸咧，就係由一塊面對面嗰2塊面插落，由上邊，例如話上邊插落去呢度，你見到上邊插落去下邊，咁或者係前邊左插右，前插後，咁呢度有3條啦。咁呢3條係最簡單嘅，點解呢？就因為你考慮翻個底對底，咁就好似平時一個正方形自旋轉重複4次咁解啫。OK， 一個正方形旋轉重複4次咁解，咁呢個唔難明嘅。咁但係你要數得到，其實有3個 case 係前後左右上下，咁所以有3條呢類對稱軸啦。咁跟住咧，另一個咧就係3重正方體咧可以打斜插嘅。咁打斜插嘅旋轉我哋睇過啦，咁亦都教咗大家點樣認啦。嗰3塊面咧由紅色嘅，即係第一塊面轉落去第2，跟住再轉去第3，咁就重複3次啦。咁因為其實咧條對稱軸點嚟啊？就係連埋2個最遠對面嘅點。正方形有12點啦，佢有12點，即係有12個頂點啦。如果用數學嘅術語，即係所以除1、2、3、4，sorry， 對唔住啊，係有8點。8點除2係4，正方形有8個點，揀2個最遠嘅點篤落去，咁你有4個揀法。咁所以你要記住咧，其實係咁樣數嘅，因為其實佢係由點連點，所以揀最遠嗰2點，有8點除2，所以係4條咁嘅對稱軸。咁你數晒所有可能性嘅方法咧，就係第一諗翻佢點嚟，然之後將所有可能性做出嚟啦。你呢度就8點揀2點，就8除2係4。咁就3重對稱啦。有啲人會記3重對稱係點記呢？就係揀某一點，呢度連住3條邊，連住3條邊，所以就3重。有啲人會咁樣記嘅。OK。咁跟住最後呢，就係正方體嘅嗰個嘅2重對稱軸。2重對稱呢，咁其實仲有一個插法呢，就大家都比較陌生，因為其實呢種旋轉方法呢，就最難睇到嗰個立體旋轉嘅。咁先講咗個記法先啦。第一就好似頭先所講，你諗翻佢點嚟，就係你係求其任意揀2條分得最遠嘅邊，跟住篤2點落去終點，所以係12。呢度今次有12條零，今次係12條零啊嘛，咁有12條零，或者我哋叫12條邊啦。咁除翻2，因為我哋揀最遠嗰2 pair 篤落去除2就等於6。OK， 咁所以有6隻呢啲咁嘅2重嘅。點解2重呢？先教大家點記啦。頭先話3重係因為嗰一點連埋3條邊，而家呢一點就連住2條邊啫，所以2條邊嗰點連住2條邊，咁所以就係2重啦。咁可以咁樣記啦，呢個就係最快嘅方法啦。咁最後咧睇一睇嗰個旋轉嘅嗰個嘅立體係點轉法啦。2重嗰個咧，呢個係比較困難㗎。咁你見到佢2重咧180度先重複一次㗎啦。你可以跟蹤下藍色嗰塊面，係咁樣360度。你再睇多一次，由一開始嗰個位置，因為其實佢條對稱軸篤歪咗咧，所以佢重疊嘅次數一定係少啲㗎。咁你可以記住，越篤歪嘅對稱軸咧，就旋轉嘅重複次數係越少嘅。OK，咁佢真係